一个年这上，搞一主动参加个东西，那半路都可以问的，我就说那半路的都把年用差好了呀，保好菜的呀，每路跑一跑不跑的跑路，不要跑，哎，你要搞个了不跑个东西，哎，那个都是有，哎，路上那这种差跑。你喜欢吃这个寂寞哟？等那钱到就帮你我说差包，很多年讲要包几包子，不要。有的台湾吃这个的，有个三管兄弟的那啥哦，那半路冲背就应该搞那的，帮你用差包，但是应该搞一点烂钱到，只要跟人家在寂寞叫说，反倒人家那种一样的。有的话，就是那那男的叫都把两个有种差异都是讲，一我用着高度机，有个用着高度机，一个用上来。有的那讲你这三个用上包好给出去有几难，OK？其他人呢，参加度机如果没有做不了，我这在海岛好被我一多年代嘛，都对我做到的你这么的，你多搞多了，搞些头过来有个有了哎。个有人只我一样的钱，我说你老高企业等，所以假如你老高人没有可老高对兄弟，你到底老高有点，你老高对有个有人都是那青蛙鸡咯，我说啥子怎么你也莫这，其他嘛都这里都都看海高都自己不玩鸡了，都自己买点莫人的是带莫人有福利，只要个都自己把个就变寂寞，寂寞个把个都自己也用寂寞。要领导对住晒到个肚子，个肚子。在人哋摸到老高其实老高有收到的哦，是说呢，跌好无肚子了嘛，一路跌到嘛，就你我摸老高其跌就摸到差不多的。我自己要害你弄啊，不要。我是晒到一段咁雜仔，嗰啲全部係老高其下落啦，不要。哎，对年代呢，啊，啥其他的？哎，超过个肚子就错了啦 ，OK？ 要主动还点了天，咁我哋差點先入多嘛，都對我我撈，都給住，幾多年都咁攞，明白啊？或者都個俾主動差，到去曬到。